后来，芭比有听到我的声了吼。Hello， 无，因为我麦克看开始失效，先离开。离开，搁另外，麦克拍开 ，OK， 啊，有听个声吼。OK， 所以芭比都有听到我的声无？YouTube 应该有啦吼，我看有一条一条。好来，1661年6月17号，6月17号呢，落长啦吼，咱来看卖啊，发生啥物代志？今仔是拜五，晴朗的好天，还阁透西南凉风，啊，若无就真热咯。即几工迄寡目工拢继续无能力制作，你做即个茶箱啊吼，固定伫Jordan领报甲迄个新的领报，以及其他所在迄个形树，就是琉璃树啊吼，即种parapet， 吼，以及其他所在有迄个形树迄寡即个茶箱吼，拢已经有市民的努力来来填满即个沙吼，茶箱啊填内底堆沙吼。Jordan领报现在嘛已经用茶帮吼，伫迄寡即个形树顶完全甲伊封闭起来，来迄个市场的迄个半个布咧也真紧都会完成即个封闭的工程。我哋了讲完St. Peters， 今日又要去探测即个港岛的水深。对啊，报告讲，现在遐水深有9尺，原来是2公尺，2.8公尺。下晡派3个骑兵骑马去第2渔场的南投园去观察吼。遐的沙轮顶吼，有一支升旗伫遐飘扬吼，一支升旗伫遐怎么讲？飘扬哦，有我讲的，他就不要讲。讲就是我进行看有把这个船牢牢的绑住我，牢牢的想我，就是安的哦，一时我想袂起来。即寡骑兵无拄到任何的阻碍吼，往迄边骑去。等因接近第2渔场的时阵，阮对厝内看见有人真出来伫即个活动无安尼讲，上树那根旌旗吼，示意吼，出来伫摇一支旗仔啦吼，啊示意吼，示意就是发出什么信号吼，因此阮迄寡人就真紧来徛去遐。发现只有一个人伫迄个悬地上吼，迄个人也强要互阮迄寡骑兵的马去弄着，伊往内像海边仔逃走，跳入去水里。虽然讲是头前迄只马去追到伊，追到伊边仔的时阵，伫水里膝骹来车倒去，跋倒去吼。迄个人也是被赶上吼，被掠着。迄个期间拢无人对伊有调过来，阮迄寡人就命令即个哨兵摕着迄支升旗吼，行伫因的马当中，甲即个人甲带转来遮吼来交阮。迄时有一个人伫遐吼，因为有4个同伴，迄时拄啊好离开。要去找其他人来接班啊，因为因伫遐咧放送时间已经过去吼，算伫遐咧徛哨的，结果去用报文教剩一个伫遮。
所以咧，阮就问伊讲，阮就问伊就顺服来事出无下，伫即个无甲形成的痛苦，无任何痛苦互伊的情况之下，就安尼讲吼。伊名叫做林娟吼，林娟是被3个阮派出去的骑兵抓来的一个新仔人。用炸着一支升旗来，炸一支旗仔来啦吼！伊伫第2飞场的迄个官队咧徛哨吼。即个人对阮的两话回答如下：伊是被派去遐去徛哨吼。虽然本来是毋是应该伊来值班，但是其他4个哨兵去游调，所以互伊一直拢留伫咱遐。国姓伫咧普罗宾西亚迄个城堡里。就是讲，就是讲，伫咧普罗宾西亚遐啦吼。高加兰卡后壁挂号写讲是5号吼。讲即个人是就是5号啦吼。伫咧距离今仔日11天前，伫咧普罗宾西亚迄个新仔人的病院被国姓来斩首咯。因为伊对即个市定里的财物吼，若无登记正册，抑阁互人家偷摕走，伊家己嘛会偷摕吼。即个市定是由即个5号去担任指挥的吼。下底注脚5号来看觅啊。5号是国姓爷入侵军队的将领之一吼。伊伫咧1661年6月6号被斩首，伫咧某一篇文件吼，片面两岸有记载讲，伊早伊伫咧门是1300个士兵的军队指挥官，1000外个士兵哦，一个190个，一面。270个，这应该是几面啊？说袂记清啊几面。这应敢若5面的款。270个5面一赢，1350个，所以一个赢是1350个，啊，这1300，所以伊算一个赢长就对了吼。这个5号，菲普内伫咧伊的日记内底写讲事实上伊被如此无情斩首的原因，是因为伊捌想要阻止国姓爷来佛罗伦萨登陆，侵吞迄4000美元，只是用来当作对付反对家己的人的借口。5号啦吼。好，等下日记下继续看咧。因还阁伫咧找机会吼，要阁再一次用核准要来烧阮的迄寡碎只船啊吼，这是家己讲出来。马爷就是马信，现在依然是这个市定的指挥官，伫咧迄个可怕的炮战当中，伊咧要讲有死100人。马尾就是雷武定啊吼，雷武定。林福也活咧，已经伫咧异地，应该是迄个手骨叫炸断的迄个吼。因为讲伫1个月内就会当治疗好势吼。他谈人已经来到大陆的海边啊，要来攻击厦门，但是还未攻占厦门。此地有12个军团，还阁有9个军团要对新仔来。了后，将有5个军团还阁留踮咧迄边。昨有一些旁船对于新仔炸消息来讲，迄寡旁船已经装上士兵甲俘虏，也有几只已经来到澎湖，天气一好，就要渡海来遮。每一个士兵每个月收到4斗米，
无任何的副食就是无菜啦因必须要家己去捡蚵仔啦等等的物件来配饭食而且因被管束甲真严厉不必凊彩去捡食物哇！伫下门米真贵一担爱运3两半以上。不准对厝地再迁入去遐伊咧要讲厝地还够2、3个月2、3个月份的米，通好供应国事的军队啦昨昏对人前来迄寡旁船是要去顺益堆结阮的船，并且将迄2只船拢要甲烧歹。伊安尼听讲，因为国政也捌下令，必须要烧，甲迄2只荷兰船烧歹，若无不准转来为因食处死因约了6、7天前毁坏迄2只船，是伫咧大海上毁坏去。顶一次阮看到迄2只船对迄寡旁船迄场海战，迄寡旁船丧失了真侪人。上次迄寡旁船伫咧做军迄个暴风雨的时阵，去停伫咧打到后面遐，有8门大炮放伫咧油条。即寡大炮是因对厝地载去遐的，有超过1000个士兵伫遐。古年是遐的指挥官，迄个地方官和所有结婚的荷兰人以及因的某，拢要住伫普罗宾西亚市区里。独身的荷兰人拢住伫新港，就是迄寡士兵甲其他荷兰人，这是啥物意思？官员周爷伊驻扎伫第六山身躯边有2个少年荷兰人咧服侍伊。市町内目前有6、700人伫上述迄场可怕的炮战中，国士甲伊全部的士兵拢派来这个市町，只有伊家己留伫油条，要伫对这个城堡发动总攻击的时阵，拼命要去攻城，因拢接到这种命令。国士计划伫咧新港要建造一个城堡，伫咧普罗宾西亚迄个渡头对面的海边要建造一个要塞。即间咧天下军队对新仔来，就要开始建造。以前伫咧厝地采27门大炮现在即间剩4门大炮采伫咧射武所，厝外还佫有小炮。这4门大炮炮喙拢这个水面，要用来对付阮的船只。如果阮的船也是要去遐啦有数门大炮是采伫北线岛，剩的拢囥伫普罗宾西亚市区内街路。合约厝地所存无介侪，已经写批去新仔要求再搁较侪合约来。即寡合约因还搁伫天头要载来，因已经甲2只有缺陷的旁船装备成做好船准备要伫咧黑暗的夜间要来攻击阮的小船。伫咧市町内无搁再有任何用来攻击阮的设施，因之所以采迄寡宝拿等等的物件，只是要用来互阮担忧苦闷无要攻击这个城堡的计划。无和韩国是对下门要来进来厝地的时阵，表示讲真无愿意来厝地。因此，国是对伊怀恨在心这个怀恨在心，对迄当阵一直留存，而现在更加明显因为伊对这个城堡无法度攻击有一寡士兵也因此伫赤坎被处斩，伊后面去南边的卡尼尔的时阵，也甲迄个所在全部的车门拢偷摕并且互伊后去。卡迪尼奥南边的卡迪尼奥是啥物所在？卡迪尼奥这个地名像敢若下底注脚写讲，这个地名敢若毋捌看过，毋知伫何处。即个咱知影，即只所讲的是伫南部。厝地来倒来就几只厝地四说所有所在拢有人严密的守卫所以无人会当逃走。虽然真侪人想要逃走，也共款严
严禁迄寡驶船运输的人逃走，违令者处死，并且要没收伊的船只。伫一厝内即个城堡下面的迄寡河船，即个有3、4个人阵亡，受伤的嘛是差不多3、4个人吼。有一个指挥官也因此来受伤。伫新港五峰迄寡人受着流失，和上所其他士兵受着同款罪，但是迄寡结婚的人也无固定数量的流失，因有需要时阵必须要家己去买。农夫永远会当拥有因家己的土地，并且自由经营。阁是派10个军团去北部，毋知是去北部倒位吼，去开垦耕作土地吼。这事实是安尼啦，无毋对啦吼。阁是有迄条路就甲兵派去清田吼，派去开垦啦吼。有一个军团伫即个市镇吼，一个军团伫个油条，无军团被派去新啊。关于个淡水甲鸡人的情形，伊无听讲过，也无旁船去掠。因伫个厝内船只大细合计约100只。关于个避难的情形，伊嘛毋知。毋过听讲有一个官员被派带领一寡士兵去南部，但是毋知影去南部啥物所在。即个市镇也不准任何人转来住吼，因必须要留等咧庄骹住。韩国是当作伫迄个城堡吼，夜间伊嘛伫迄个城堡里困吼。韩国是当作伫个城堡，即间约200人，伫个迄个城堡头前起两间小间厝啊吼。座牙就是地台，和红边牙就是红旭、红旭吼，旭日旭吼，真个读做旭，旭还是旭？查者。俗第4条吼，俗就是伫出早起时吼，光叫做俗。讲座牙、地台甲红边牙、红旭，留等咧下门甲金门负责保护迄2个地区。阁是要离开西南的时阵，有几个毋肯进来而逃走的人，现在被抓到，即个人被车砍被处死吼。即个骑兵因为掠来即个有路用的西南人，所以就减送因52个。我好有几个人伫有着饲碉堡车对面的来切海边啊捡蚵仔的时阵呢，就因对市场的窗仔门用步枪来预因射击，但是拢无射着任何人。因嘛用小炮Middleburg 灵堡这边来射击。即个小炮弹对顶端阁下，就是规伊和第2个人。头壳顶倒过去吼，迄是因当伫遐咧观看迄寡骑兵，因为上述掠来迄个人所讲的话吼，阮就甲迄2只摇停伫个即个城堡下面的陆地上的船，用3条粗的索仔4索甲围起来，以防止迄寡好船的攻击。而且除了炮台顶的守夜者以外，每一只船也派10个士兵顾暝吼，拄好要暗有2只航行轻快的篷船来伫即个市镇的北边，看起来船顶的人无介多，每一只无超过6个人甲8个人。即个可能讲，即2只篷船就是要来即个袭击迄个河船，就是要来袭击个河船啦吼。因此也面临菲律宾的领导甲迄寡新领导顶下的人爱密切观察即2只篷船的动静。毋过即几年，毋过4月拢共款真安静落去吼，无动静。
18拜六。今仔日目光较遵守，无用咧用即个茶器啦含扫啊，甲迄两只小船甲围起来。等下吼，大家化痰的。夜半用沙土囥伫甲板顶啦吼，架板顶，要伫咧被等入去荷叶或者是其他物件时发好倒起来时用来减弱河水吼。船舷也用绿袍甲伊盖起来，以免即个火焰随烧到即个点仔架吼。上午召开法务议会会议，到下晡就对中司 Class One Jen 来判决，因为伊侮辱伊的临时军官中尉威廉·德哈斯，随即执行处罚，伫伊头壳顶写过一粒枪子，并且降级做一般士兵。如果是透西南凉风的天气，有时落一寡小雨，出外拢是好天。现在伫龙眼门水道内面，一直停有20只篷船，显然是伫咧停候即个荷兰船。为着要互即个目的无被荷兰船来甲看破吼。现在经常伫海上来回巡役的小篷船吼真少。就是讲，因停20只船立伫迄个鹿耳门水道遐吼，是要本来就是要登单荷兰船，但是为着无爱互人看这个因登单，但是实际上看出来吼，为着无人看这个因登单，所以伫海上来回巡役的船真少吼。菜头四角城堡吼，又搁称作角城，或者是下站城堡。内面吼架墙的大门两边，迄两门小钢炮，为了要增强对付河船的袭击啦吼，今仔日搬出去，踩伫迄两个炮台中间，炮喙咧海岸，即两门伫战争初期就已经对西炮台搬落来，会搬卡杜炮吼，卡杜炮写拼音嘛，毋知啥物件。搬去踩伫军华咧金王城顶在城堡的即个楼梯边啊吼，原来即个大街啊吼，大街边啊吼，原来对河墙市镇来射击吼，两门小弹炮。来，29礼拜日，好天，透凉快的西南风，中昼落一阵大风雨吼。安息日，存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上帝。有一只篷船对油条或者是迄一角位仔来即个市镇的后面遐停船，互一部分的士兵伫遐上岸。如果有数只篷船吼航往龙耳门，另外有几只篷船持续不断的上下来航行，就是驶过来驶过去吼。伫迄条跨过吼上后面迄角啊吼，今仔日下晡有真侪对即个市镇的其他厝搬出来以后，然后摕去迄个新仔人包的徛家内面，或者是附近。你暗暝又搁搭规个担下来吼，看起来是装着食因为用抹布盖的，可能是因要用来举行啥物献祭仪式吼。阮也对即个城堡顶面看到讲有一捆物件吼，对车扛被漂运来即个市镇后面遐，是比钓啊遐重的茶的制品吼。一捆物件吼漂流去咧，什么叫做漂运啊？看无？讲是漂运来即个市镇后面遐吼。伫迄个幕就是迄个幕仔包含
正对面的 John Ford 天然厝中间的岛拿，就因伫两边挖靠墙壁的所在，各开了一个流西风的气喙的气孔吼。显然是要到尾遐要采大炮吼，可能因想要伫咧市区里有搁较侪采大炮的空间吼。今仔日我掠接到报，迄只大炮船路途20号伫咧一边的船舷有一个破空，因此跨入去真侪沙吼，而且该大炮船陷伫咧沙里又搁完全起一边去，因此水面连迄寡目工拢来尽力设法，甲迄只船用条仔甲建咧吼，并且伫迄边伫咧遐个海边啊，搭一个布棚，互阮的哨兵当来庇护。有3个南部的居民，或者3个南部的原住民，一个是来自塔老社，一个是对于阿狗社，第3个是对于热热社来吼。其中一个人伊迄相比，伊相劈开的鱼仔吼，会当伫咧伊的红棍来拍相甲。OK， 讲即个台湾原住民吼，毋知倒一个啦吼，伊讲其中一个啦吼，塔老社、阿狗社、热热社吼，伊相比劈开的鱼仔吼，伊学出啦吼，即个学出我讲鱼珠哦，会当伫咧伊的红棍拍相甲吼。我毋知。可能是真诶啦吼，应该是迄种鱼孔直经愈大迄种吼。因为犯罪比阮即个像即个体验吼，受禁已经有一段时间。即摆因为年老吼，无搁有能要做任何工作，所以今仔日就甲因释放，互因离开，转去因家己诶同乡族人迄边遐。阮建议因3-4天旅程所需要充分的米甲落甲肉。要离开的时阵，经过感谢释放因，即寡人伫咧因死前的时阵，出自自由的意愿讲，因将会以阮的名义对因的同乡的族人讲，因现在真清楚会当看出来，希腊人的统治是安怎一回事。因现在日常对即寡人接受的是迄种态度咯，吼。为了恐龙伊亚那个反应说，他们现在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的统治是怎么回事了。这代表的时阵是多以来的中国人哈，这个反应他讲无啥真根哈。然后刚才我讲我咧听，我最近开始咧听这个。中央广播电台伊个局长吼，有声局长咧报即个万海王地市龙吼，上管第一天伊全部是华语发音的吼，所以我听感觉吼真正敢若咧听外国村吼。内底若是一句我今日才听到，讲是啥物啊？我煞袂记啊，嘛是讲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想讲，我甲你拜托，你当然是倒要去找中国人啊。大连是要倒去找中国人啊。好来继续看哈。因现在日常就是即寡3被释放的这3个原住民，然后因现在日常对即寡人接受的是做一种态度吼，而准备公司一定努力要真温和来对待因，从来袂为家己的利益无偿去收取，就是白白去用收的，应该是安尼吼。因现在伫咧希腊人的专制独权，也未君亲帝国以前，要维护对因来解脱出来，因此要用武力、团结力量、美力去攻打。这段是你讲起来，我看无解有吼，我看无解就是讲，即寡被释放的人吼，
吼，因是安尼感受，但是无说服了解吼，我感觉毋知你讲起来吼。因这对这去互人人放出来，是会当理解什么是咱人的通地是安怎？好，继续讲吼。即寡原住民伫下晡5点钟离开，由学校教师Methoden 吼，迄度有写讲Methoden 吼，1650年被任命做南部学校教师，伊会晓讲日语写甲塔老写南部的语言吼。所以有这个学校教师因带到迄个碉堡的后边遐吼，这个教师是灌输因讲上述迄寡话的人吼，就教因转去讲安怎讲就对了吼，教因作因安怎讲，啊，这种教出来就对了，毋是书记所讲的想的吼。沿着海边啊，南行去吼，阮看到讲即寡人开始接近第二渔场的时阵，伫迄个渔场的沙轮顶放哨，就引着挥动因的升旗吼，那么挥动就伫摇，举旗啊，在那里摇，怪怪吼，啊，毋是安尼讲啦，挥动，我看常常挥即个。他说灰吼，他说灰吼，因手顶动叫做灰吼，精气女人吼，叫做灰，或者是魂吼，拢照顾伫地矫正叫做魂，无理解吼，灰。但是你当时变挥吼，是有挥这个音吼，挥动吼，挥就是用有处点点的磨吼，有处要处啦吼，有叫做有处吼，挥动吼。第一个字就是挥有粉，第二个字就是挥刀吼，拐啊乱挥。好，可能是挥毫吼，挥毫就是写毛笔嘛。挥发油即是文书吼，挥就是挥就去，什么意思？无事先通知就走去，挥去就是挥就去，捌听过？讲即个原住民吼，行到接近第二渔场的时阵，渔场的沙轮顶放哨就引着挥动因的升旗，挥了真侪摆，但是拢无看到人。拢无看到人对油条过来。迄寡哨兵就杀着因家己的先敌就走，就离开啊吼。但是行一段路了后，就停落来吼。迄时因当中的一个人勇敢来行迄寡原住民去到因边啊，看着无危险，其他人也去因遐，然后同齐行因条去。了后因的情形就因为天暗，我就看袂到了吼。就是去迄个啊，投靠汉人就对了，投靠到死啊！暗时啊，一去过拢真安静。阮对福利新跟联保上水迄条跨过的角遐，就是新仔人炮的徛架吼，对遐发射2发炮弹。如果伫遐如上面所讲的安尼，如顶面所讲的安尼，有人在遐咧组织举行啥物仪式，安尼会当借此造成因的伤害，至少会当扰乱因的集会。好，620拜。
阮看6月28早起，阮看起来那亲像伫普罗宾西亚迄个市镇吼，迄个市区遐发射一发炮弹。这个什么意思啊？是对普罗宾西亚迄个市区弹出一发炮弹的意思吧？吹凉快的南风，有时啊落一阵仔雨，有20只大水船，像一般的篷船对龙里门的水道吼出航，因是停伫遐吼对遐出航，南来回航行。最近抓到迄个新仔人呢，今仔日下晡，阮搁再出来进门医啦吼，伫咧无互伊痛苦的情形之下来听伊讲。首先，伊有员讲，迄两只荷兰船吼，迄两只荷兰的篷船吼，荷兰的船啊吼，已经被迄寡装备上最好船的小篷船攻击烧歹去。转来迄个官员伫咧伊到位的时阵，由底下指挥官安尼报告。此外，伊毋知影有关出事的情形。伊要讲，伊讲过迄寡篷船是为着要去厦门载搁较侪士兵甲妇女来处决，所以离开的。而且，因随时有可能到位，即个代志是真实的代志。伊要讲，伫迄边就是厦门甲金门吼，迄边遐，即个呢会留个军团落来，因为国是已经甲迄寡岛屿吼放弃一半。因伊是要定居伫咧台湾遮，做嘢呢，就是电台将会继续留到迄边，因为伊是生理人吼。迄寡大篷船有10只是属伫国事的，其他是属伫迄寡官员的。国事的囡仔拢留伫金门，台湾现在被国事称作马南镇。看会对注脚，马南镇可能是巴缅镇的误笔吼，甲英语写做 M， 就是万年镇啊吼。万年音的音译吼，万年镇、万年镇吼。阮知影讲，地成讲捌设伫东都，改车看做承天府，改台湾有伫安平镇。承天府下底设天兴关啊，甲万年关，无啥物万年镇吼。可能即个比例啊，士兵甲安平镇无讲做万年镇吼。或者是荷兰人误笔写呢？虽然有出即个数量对考证，其实讲改即寡地名的时间是一个真重要的佐证吼。讲就是讲国事的囡仔我留伫金门，台湾现在被国事称作万南镇吼，恰看比改称作承天府、承天州，承天州伊写写，迄寡导航的荷兰人，独身的人住伫新港，结婚的人伫咧普罗宾西亚，伊完全否认伫遐有射击，伫遐射击中的荷兰人。伫即个市镇里，应该是指荷兰炮手啦吼。不过伊讲，伊听讲有一个拍我的管理员是一个荷兰人，捌来过即个市镇。也讲磨合最有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伫咧迄个射击了后，伊互迄寡插伫即个市镇边仔的保拿的升旗吼，被荷兰人摕走。也讲伊已经被斩首，就如伊顶一次所讲过安尼吼。伊伫咧厦门的时阵，手下有1300人，但是因离开厦门以前已经逃走300-400人。伫咧航海处地途中，逃离国性军队的篷船，差不多拢无转来，因此人拢认为讲伊是逃往塔坦人迄边去咯。伫迄寡船顶有一部分的士兵，也有真侪士兵，特别是结婚的士兵吼，伫咧国事要离开的时阵逃走，毋愿前来处理。龙
府甲其他的庄卡的居民拥有的食物、像米、大麦、番薯等等，拢被国市派人来收走，从中留下1/10互物主，剩的全部摕去互伊家己和伊的士兵。5号是伫咧迄个便衣的广场被斩首，迄个便衣的四射人派武装的士兵围起来，了后伊的尸体火化由伊的大官用庄重的仪式来火化伊惋惜的说，这个惋惜的那个，没有讲伊讲，伊就是5号，当时若是被阮拍死，将会搁较好。即个5号呢，迄时捌有数次去迄寡岛拿遐，每一次去，伊身躯边常常拢有5、6个人被阮的炮弹拍死。伊讲，迄12个军团当中，有一个军团全团的士兵拢受伤势真严重，大部分的人被枪支拍那个身体，或者是拍入去身体。但是死着人只敢约了200人。顶一次早着国市的批来储备迄个官员，注解第3，支持5月24号项目所喊部去当作来抓城堡迄个地心港的官员迄个官员伫迄天暗时还未发动射击以前，就离开台湾市镇油条去咯。现在伊讲，迄时这个市镇只敢有3个警团的士兵的3个警团士兵的军团，此外又搁对其他的军团搁派约了80个人来迄寡大炮边仔来调用。因咧想讲，伫即个城堡的城墙将会未堪得如此强大猛烈的炮击，到时阵因将会当真简单就要来攻城无去做为着阮的反抗。伫咧平湖附近有一寡欧丁堡的海贼盘桓在那里，伫遐盘桓那个。讲，大家认为讲，如果去是等下盘桓的桓我来查一下。我要读这个桓桓尾音讲音所以盘桓盘桓盘桓嘛你就安尼读。讲伫平湖附近有一寡欧丁堡的，毋知这什么意思？海贼盘桓伫遐，大家认为讲，如果去新仔迄寡旁船，上万伫即个月底无转来，安尼迄边的状况一定有出问题迄边的情况一定有问题。因大家拢真期待看到阮的武力强大的船只对巴达比亚来到处在海边啊作战，对嘛咱即马看这日子对，虽然对于掠城堡或者是伫即遮附近的即个景色，咱看咱就清楚嘛就是荷兰人伊若派一寡船过来迄边载较低加派几只来，地形讲根本就袂堪定嘛，袂动的嘛。但是为虾米插口落来，竟然无发生即种代志？有啦，我昨印象有大船有来，但是毋知是无去无倒，或是误会去讲，即个北上兵船毋敢活来所以伫咧外海，他们还没走去规个真正是看到咧，即大势已去如果如果就是地方的地方就是地形港这边若拍败，安尼因就有可能会转去新仔，或者是真幸运会当伫咧处地和平生活，因为看起来因的出路拢敢若永远伫咧处事所以这是迄个新仔人讲的讲因其
始因就期待荷兰人来吼，这个是之前讲过，我太严了哦，所以我变咗个叫吼。第二个就是占卜，然后就抽签的，就是安尼讲的去抽签的这个人吼。因为因看起来吼，因为出路就是讲，完了科技的荷兰人啊，这件代志吼。因对迄只下面荷兰河的站台，即个咱摕到一部分的铁箍啊吼，铁箍啊吼，含木仔肉吼，早去用掉。专门比有100年的大炮，伊讲即寡大炮，伊做军伫南京吼附近的定海搬运过吼，合约是伫厦门有200多人咧生产。问题讲为何旧年3月国事无来？伊讲伊延期哦，因为无军油通分发予伊的士兵，因为欠米，因为伊为着迄个出征专程找来代工吼，虽然当时无来，伊后来甲迄个代工留伫厦门来为伊做工，伊毋知影讲第8个月吼，就是农历旧年的8月。要前来处理的计划吼，伊毋知有即个计划，因为因对迄当阵以后，就是去旧年3月以后，常常去南方甲北方去抢劫，出发时阵拢毋知影将会互带去倒位。后来针对第一个问题，现在讲3月国庆就要亲自率领伊的军队来，但是迄时伊必须要延期，因为所有官员拢破病。而且欠米，而且迄当阵也有一部分的士兵去南澳，也未转来伊遐。迄寡代工虽然被留落来请用吼，但是呢，对伫河边所指的龙眼水道水深有够深的即种讲法，因互相之间拢有争议。河边也因此被迄寡官员来攻击，但是国是来庇护伊，还有赐予伊一个荣誉的头衔吼。头衔吼，今年有数只舰船对厦门被派去几个无剧地区，有派去日本的，有派去南方的，也毋知确实所在吼。不过也有去瓦郡即个巴达利亚以及附近的所在的。伊含其他人咧摇讲，伫因的第7个月，就是农历7月，有部分的士兵会被允准转去新啊。我好想讲，迄个老即个无囝伫厝里，你想要去含因做伙含因厝人做伙的人吼，可能会允准转去新啊吼。就是因伫即个市镇里以及其他各处拢安静无活动，例外有陆上所述伫海上迄寡活动。今仔日阮继续修理迄只大篷船，并且互海船漂浮起来。迄个破空也暂时用一对沿帮甲顶起来。第二伫个龙眼门，大树里的迄寡，伫遐搭几啊工的迄寡布棚的，今仔日都被遐拆走。即可能因已经坐明仔载要出航的迄寡篷船吼，已经坐船出去，坐伫船顶啊，对啦。剩6分钟。6月21号有看无？好，6月21号拜二，昨日所讲的，昨日就前天哦，昨日所讲的迄2门大炮，是2大小重炮还是大炮？今仔日已经用人力吼，用人力搬去咧小顶站城堡的即个即个架吼，厝架顶头吼。对啊，是袂拄则讲的迄2门大小重炮啦吼，迄两重炮踩伫迄个半月岛炮锤遇人吼，瞄准迄个市镇的南边，愈来愈侪人破病要来避伊。其
其中也真侪一般居民，特别是囡仔，因为欠缺新鲜的食物和其他一寡食用品等等。昨昏所讲的迄寡芳船，今仔日大部分拢往南方航往海上去，去到阮拢看袂到因啊。原上帝人民保护要来取代吴方的船只，因为看起来因是要去掠查伊个吴方迄寡船只。下晡，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做出对今仔日的决议了所看会到的决议。即时有一只舢板来停靠北线路的东角。船顶载6、7个新仔人，其中2个人手里摕金色的线。即寡人2个人啊，其中2个人手里摕金色的线。即寡人徛伫迄个绿地上，即边观看半点外钟。当中一个用即个千里镜来观看，然后就搁转去普罗宾社去，无来即个市镇。看起来因是来要观察伫个城堡下面的阮的迄寡小船的状况。阮遐日无论伫为点赞城堡的美丽性后面堡甲 Campfire 面堡中间被拍歹的即个形象，要加固一层防护力量，就是要伫个迄寡形象甲茶板中间的即个隔中的即个隔开的空间要填要甲吞沙啦吼，因来大体用布捆加固吼，基本是用布绑起来。若无伫咧即个落雨的时期，阮真烦恼会造成损害，因为可敬的牧师 Cliff 和阮2位探访团队拢游完破病，所以今仔日的例行暗道由长老Michelle Thomas Bailey 先生来诵读。9月22拜三，看卖啊，剩2分钟。好，来，先读了，来读了。9月22，要开始6月22啊，6月22拜三。即几天阮分发蓝色甲白色的抹布，天线甲纽仔，互迄寡欠缺衫的人，因大部分人的衫拢严重欠缺吼。伫咧即个落雨的期间，拢无换水，无衫通穿啊吼。但是现在阮发现，即寡人当中有真侪人无用来替衫用，颠倒去摕去和别人交易。即个搞酒甲其他物件，吼，因此今仔日上午派人伫即个顶站城堡甲下站城堡4过来拍鼓宣布，所有如此卖出去的物件拢必须要归原主，若无将会受到处罚。伫咧即个拍鼓的时阵，阮看到有一阵武装的新仔人出现伫咧即个市镇里，看起来是真惊，阮要出击。了后无偌久，也看到有几只舢板载着士兵对赤坎往即个市镇前来。你看你个好，就是讲伊兵的士气嘛无好嘛。今仔日阁有一部分的篷船和较细只的船只对北线路龙鱼门后面遐出航了吼，往南航去，和昨昏迄寡篷船和迄个路线相像。今仔日阁有一个看起来是真显要的新仔人，因为有人来掠一支即个花盖吼，花盖啦吼，花盖。其实我看到大家为了讲吼，因为即种物件即马个伫咧庙内底看会到啦吼，有庙出书的用即个花盖，所以这是安怎讲呢？花盖，无。
可能这个书顶要词，这个书可能二册了啊。我就读这花盖吼，因为咱家一支花盖，树桩安尼吼，来北沙岛这边来看吼，就是有一个人啊吼，真偏要死啊人吼，人提一支这个花盖啊，伊来徛伫北沙岛这边来咧观看，人家咧想什么吼，就像阮也如此相信安尼。即个阁看无啊吼，伫普林城堡头前的迄间厝，现在看起来大部分拢起好咯。今仔日下晡有一只相当大的澎船对沙南的海上来进入龙里龙水道，伫遐即只澎船的升旗，即道是啥升旗帆旗吼？即只澎船的帆旗，航旗继续经过澎船的帆旗，拢伫风吹落去，拢甲因的帆旗摕出来展示一下。即只大澎船随即经由即个市镇的头前。随即啊，就是随经由即个市镇的头前，渡往普罗宾西亚去。阮对东边的半个岛，该船发射两发炮弹，但是两发炮弹拢射程太短，阮也停伫台湾市镇北岸后面的一只澎船发射两发炮弹，该船就留后面所煞一个，即只澎船伫遐已经停数工。阮咧想讲，即只船是特定派伫遐要做好船使用。阮若6只满载着士兵的舢舨发射两发炮弹，但是拢射到两只舢舨中间的水去。今仔日天气含前几工相像，夜间无状况。好，今仔大家6月2礼拜3吼。无定啊，所以今日我拜时咱过来就是后礼拜再继续读啊吼。礼拜日再来读出戏所了吼。要报时啊，我一定要报时吼。这礼拜无人报时吼。OK， 安尼感谢各位了吼，我古讲。大家大家。